我包嘅炉火当到烧，工作室底部嘅师傅也到准备面团，新竹叶峨眉香当然都要炒烧面包烧。因为烤炉必须达到300度以上，将食材专业，所以师傅爱見家炒。另外，發好嘅面團添加葡萄乾同黑糖過後，就係工作室先主要嘅招牌產品。我想按啲地方有乜嘅好特色，係冇人強樣嘅。後邊因為是建議啊，講啲下當到開始有人做嘅，用燒烤嘅嚟烤麵包，所以我就有練到到就揾嚟朋友，其實教喺度做了嘅。用燒烤嘅麵包。其實呢間工作室係因為當年簽約方案，到2年前先了解。他啲嘅中央以上啦，中央信業嘅嚇，冇事呢度，佢就有他們一沙，有兩屆有那個有殘障，學夠多歲，還有隻佢比較後生嘅，佢咪有村莊，佢有啲講一啲係社會上好弱勢人哋在做啦。因為呢啲麵包落去嘅時陣，一隻麵包、一隻吐司從42度嘅溫度10漂至20度了，它就會降到20度了。好。像那啲烤麵包大概250度進去，到烤好出來大概30分鐘，就剩下210度了。50歲嘅楊長典係工作室嘅主廚，本來做農同泥水，2年前抽到憂鬱症，人生是嚟講對菜色變做無拍。該在讀到幾年，本期行出底潮。前2年嘅時間嚇，講去看醫生講係得到憂鬱症啦。憂鬱症啊，歷史上可能係用因是講，看有乜個辦法好幫助我走出戶外嘅用因。我之前當嚴重完全唔會想去走出戶外。實際到工作室做嘢。楊長典當感恩，要重新尋到人生嘅方向，所以做烹呢個市場唔是接觸過嘅生意，佢當夾就學曉。其實唔會啦，做麵包唔會當難啦，只要用心而學唔會簡單嘅東西啦。不像一般電烤、窯烤它溫度設定進去到達了溫度，它自然就那個停掉了，沒有加熱了。假如你溫度降了，它又自己會加熱，這個沒有辦法。冇結構，楊長典就要加強，防止爐嘅溫度降低。當然，同安尼高溫嘅環境，對披薩來講可能感覺辛苦。不過，條條路係楊長典先好嘅治療方法。從我最以前根本對啲麵包全部係外行嘅，啲我已經是為做咧，所以我。前嘅樣係前歡喜啊！對我身體啊，當我哋已經完全冇需要嘅咧。烹表入油底擺，同後封黑，大概30分鐘就是得出爐。工作時間另外前線員也無限制價。薄乾皮同熱拿劈，皮切到幼幼，用鹽腐蝕同肉打做果汁。甘汁加醃糖同乾皮，到大鑊底擺換，也就係工作室另外一項招牌甘果醬。因為峨眉嘅銅柑係非常大量啊，佢應該嘅出產當台。東台先呢，啲市場檔受到個中間商嘅剝削當嚴重，所以我想用咱幫助啲個家鄉嘅果農啊，所以當然是建議係咩做果醬做得麼？就係認同工作室聽受菜體果農嘅理念，因此將專門家大家千二卷，就是個國外工業一個團隊。因為一直都配備帶團，上來安尼啲峨眉鄉，因為出產柑啊，因為我爸爸咪柑農，希望講柑價唔會受咁嘅市場嘅咁嘅影響啊，有時價錢又高又大，希望你
然后这只个啊，模式讲吼，根本较有来做体育种个个衔接。虽然这副职加工，也几个月来实际参加制作，新义军将真正了解工种人的辛苦。因为对感冒嘛无懂详细啊，尤其迄啲感冒个工种个制作过程，无乜了解啊。你啊，去甲亲戚做样伫真实做啲工种真辛苦。要不要什么东西？工作室另外一片胖已经出炉，协同特殊嘅潮销香妹，本人批到就上下式。我哋做嘅面包全部係嗰樣係天然酵母去做嘅，就是用葡萄菌水去發酵嘅，所以全部係健康嘅，因核反應真好，天然嘅因子落田啊，兩碳啊，台北全部因。你係個面包師傅，對於自家產品嘅自信，亦係總然事業天意全嘅滿足。雖然經驗嚴地，你個當然簽約方案就會結束，大家必須各自發展。不過除了掙錢，佢希望達成一個細細嘅目標。雖然買，但我認為希望從底下做面包啊，佢能夠希望今年佢都考到一個證照，希望對佢個技術上嗬幫助，要學到一技之長。因為當然簽約方案，本心意嘅家庭暫時解決經濟問題。日本要等人尋到人生嘅新方向同目標。雖然工作室冇停定正式結束，不過學者也學到寶貴嘅人生經驗。